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20章加低斯事件。正月，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来到神的旷野，伫加低斯扎营。米利安死伫遐，就安葬伫遐。会众无水通啉，就聚集攻击摩西甲阿伦。因去甲摩西吵，讲：可袂得，阮的同胞死伫上主面前的时，阮嘛做伙死咧。恁是安怎甲主的会众带来即个旷野？是要互阮甲阮的前生拢死伫遮是无？恁是安怎带阮出来急，来到即个歹所在？阮伫遮无所在通野种，通种无花果、葡萄、石榴，阁无水通啉。摩西甲阿伦离开会众，去会幕门口，趴伫涂骹，上主的荣光对因显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去甲约柜头前迄支管仔举来，甲你的兄哥阿伦调集会众，伫因的目睭前命令石盘出水，水就会对石盘流出来，互会众甲因的前生啉。”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，甲管仔举来。摩西甲阿伦招会众去石盘遐。摩西对因讲：“恁遮的背逆的人，听咧！阮减着互石盘出水，互恁啉。”摩西举手捏的管仔，甲石盘讲2下，就真侪水流出来，会众甲因的前生拢啉。上主对摩西甲阿伦讲：“因为恁毋信我，无伫以色列人的目睭前尊我做圣，所以恁袂当带遮的会众入去我要赐互因的地。遮的水就叫做米利巴水泉，因为以色列人甲上主吵，上主就对因显明家己是圣。以东人毋准以色列人过境。摩西对加低斯找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讲：“你的亲族以色列人安尼讲，你知阮有拄着真侪艰苦，阮的祖先落去埃及，住伫遐几若年。埃及人压迫阮甲阮的祖先，阮哀求上主，伊听阮的声，就派使者带阮离开埃及。现在阮伫你边界的城加低斯，请允准阮经过你的地。阮袂对恁的田园甲葡萄园过，嘛袂啉井水，只有行大路，袂偏左偏右，一直到过你的边界。”以东王讲：“恁袂用得对我遮过，若一定要过，我要派兵攻击恁。”以色列人甲伊讲：“阮会对大路过去，阮甲前生若啉你的水，阮会照介绍互你。拜托，请允准阮过去。”以东王讲：“毋准恁过。”伊就带一大阵武装部队出来攻击因。安尼，以东人毋准以色列人对因的土地经过，以色列人就越对别个方向去。阿伦死。以色列全体会众对加低斯出发，去到何尼山。伫以东边界的何尼山，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“阿伦连免会死，伊袂当入去我要赐予以色列人的地，因为伫米利巴水泉的事件，恁违背我的命令。你着带阿伦甲伊的囝以利亚撒上何尼山。”甲阿伦的衫脱起来，互伊的囝以利亚撒穿。阿伦会死伫遐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做，因3人伫会众的目睭前上何尼山。摩西将阿伦的衫脱起来，穿伫伊的囝以利亚撒身上。阿伦就死伫山顶。摩西甲以利亚撒落山，以色列人全家在阿伦已经死，就为阿伦啼哭30日。